台北地藏禅寺以及各地藏道场，在1年1度的重阳节，为了感念长者们一生当中为国家社会的付出，现在正举行护国息灾99重阳32坛消灾延寿祈福梁皇大法会，连续孝亲报恩的活动很快就要圆满了。这次重阳法会圆满日是在国历11月6日星期日，举行圆满大回向。希望有参加这次重阳32坛功德的佛友们，敬请把握11月6日来各地藏道场参加圆满大回向。当天除了有普佛斋天之外，并且赠授一堂幽冥境界，以此功德祈愿父母消灾吉祥，或者回向过往的父母得生善处。敬请把握圆满日殊胜的功德因缘，共报4重恩。